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非常的高兴、荣幸的拥有这次的一个机会，能够再次的遇到更多的兄弟姐妹们。我一直认为，我自己，我个人，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平凡的另一个人类而已。实际上，我们只是70亿人口里面的其中一份子而已。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严肃认真的去思考人类的一体性，在这一个层次上，怎么可能会有所谓的贪污的现象？不只是过去人类的历史而言，哪怕是现在许多的问题，最主要是因为我们过于的强调第二种层次的差距，像是不同的宗教信仰，或者是不同的国籍、不同的国家，还有不同的社会系统。如果我们过分的强调这一种的第二层次的一个区别的话，那这样的话就会产生许多永无止境的问题，像是哪怕是同一个宗教系统里面的一个信仰者，但是呢又去做另一种层次的区别，也是因为有这种第二层次的区别，所以呢才有所谓的富贫之间的问题，还有受教育和不受教育的这种级别的问题。我们在早上起来的时候有个不同的想法，但是下午的时候呢有个不同的想法，哪怕是一个人，随着作息的不同，想法也会随之改变。因此，如果我们只是强调这种第二层次上的一个区别的话，那确实有很多的不同点，但是过分的强调这种区别的话，就会自然在我们和你们之间划清了界限，因此而来去加强这种自我的主义。那这样的话，只会看到自己的短暂的利益，因此忽略了他人的利害，或者是完全不在乎他人的立场，因此呢，想要去利用他人，去伤害他人，最后呢，导致杀害他人。如果我们强调最基本的人类的原始面，那也就是我们都是同一个人类。因为我要快乐，所以你也想要快乐。我不想要痛苦，你也是不想要痛苦。我们同样的都拥有着能力还有权利，来让自己活得更快乐，过得更快乐。从很多年前，大约在1970年代的时候，当我与更多的不同领域的人士接触之后，拓展一个交流，
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所谓的国际的这种责任感，我们必须要去站在世界的出发点来去考虑，因为这个世界快乐的话，在这个世界上居住的每一个生命体才能够快乐。如果这个世界处于一种灾难的状态，那这种灾难无所不在的话，居住在这一个世界的所有的生命体呢，也会跟着遇到灾难。所以从很多年前，我跟人们讲说，我们是自私的，因为我的这种想法是相当的强烈的，所以我们想要去拥有一个快乐的人生、幸福的人生，这是很自然的一种现象。因此，我们会去照顾自己。这种自私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的自私必须要成为一个智慧的自私，绝非愚蠢的、心眼狭小的这种自私。许多的问题，很明显的，我们现在遇到很多的问题，也就是70亿人口遇到很多的问题，这些种种的灾难，都是来自于人为的因素，也就是我们自创出来的。因为我们过分的强调了这种第二层次的一个区别。你们看嘛，看个人的一个个案来讲的话，一直遇到灾难困难的人，当他起来，以逻辑上来讲的话，他应该会觉得说，我希望今天不要遇到太多的问题，太多的灾难。我相信70亿人口没有任何一人一开始一睁开眼睛的时候都会祈祷说，希望我能遇到更多的问题。哦，现在需要翻成日文了。所以每一个人都不想要遇到任何的问题，可是在这个同时，却有很多的人为而产生的问题，人为因素而产生的问题。为什么？那就是因为缺乏着全面性角度的这种思考，以及过分强调自我的这种意识形态而产生的，由此而去忽略了他人的立场，因此无所谓贫富之间的一种差距，或者是受到教育和不受教育的这种差距，自然而然的呢，就去忽略了这种的现实层面的一种差距，因为就是要想到自己。如果能够真正为他人而去着想，站在他人立场而去思维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快乐的开始。请翻译成日语。我觉得，就以我们的一个思想逻辑来讲的话呢，过分的在乎自己，那这样的话变成你把自己放在一个与他人长距离的这样一个立场了，由此而产生对他人的无法信赖，或者是你不相信别人，或者是你刻意把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距离拉远了，由此而产生了嗔。所以这一种的情绪，也就是所谓的负面的情绪，很多时候都是跟强烈的这种自我意识
是有关联的。那换一个另外一种角度去想的话，当我们从内心深处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着想，把他人视为是你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应该就是局限在自己附近周围的人而已，而是所有这世界的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属于我们。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产生与他人近距离的这种感受，由此我们才有办法相信他人，建立友谊才会产生这些的正面的影响才会产生，由此才会减少对他人的这种怨恨。这是我们一种内心的一个，就以思维逻辑来讲的话，内心的改变是由此而改变的。但是如果我们过分的产生强烈的这种嗔恨的话呢，对我们的身体也是不好的。而且许多的科学家们，像在过去的15年间，我们透过交流，那他们真的是非常专业的去研究，于是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也就是持续的这种嗔恨、怨恨会去吞噬我们的免疫系统。但是如果我们内心里面具有的这种温暖的善心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办法产生自信，产生强烈的自信，坚定自信的话，由此我们就不会再产生怨恨或对他人的不信赖。哪怕就以身体的健康的角度而言，我们不应该只是去注重这些身体的一些运动啊，或者是药物的服用等等，当然这些也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心理的健康，必须要列为身体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们，在比较下，我的心灵上的一种层次，我觉得是属于偏宁静的。哪怕是我的身体有时候遇到一些疾病，可是我的心灵的这种层面来讲的话呢，是属于宁静的、平静的。所以当我在医院里面获得治疗的时候，医生、护士等，我们最后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当我离开医院的时候，这些的医生或者是护士们，他们还在流泪呢，因为我们过去的这几天，我们已经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友谊了。所以当他帮我打针的时候，当他们帮我打针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们开玩笑。所以比较下，我觉得我的心呢是偏宁静的，因此，所以我的身体的一个层次来讲的话，你们应该要去判断，透过我的脸部来去判断，现在已经70多岁的一个老人了。我觉得我的身体的健康状况算是良好的，因为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我的内心保持一个健康，由此所以保持一个身体的健康的状态。那哪怕我有生气的时候，但是这种情绪呢不会影响我太久，马上就消失了。所以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讲的话，我可以确定的告诉你们，平静的内心才是真正身体健康的主要因素。有一些科学家们，最主要以
美国的科学家，像是Wisconsin University， 还有其他的这些学校们，还有在欧洲的一些大学们，他们开始着手进行对心灵上的一种训练，而且他们开始已经进行了一些课程，如何去培养悲悯、悲心、爱心，像是两个礼拜或者3个礼拜的这种课程，那每一天花个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去做悲心的冥想或者爱心的冥想等。在正式的接受课程之前，他们会去透过仪器来去检查，像是血压或者是内心的压力等等。他们透过仪器来去检查，但是透过了这样一个课程的一个训练之后，或者是透过了2、3个礼拜之后的这样一个训练之后，再去检查他们的血压或各方面等等的压力等，很明显的他们的血压减少，还有内心的这种忧虑的程度减少，而且这一个人呢变得更快乐了，这是很明显的。而且更容易的跟不认识的朋友不认识的人交朋友，像这一些的正面的一个结果呢，已经获得了科学的证明，也就是平静的内心，也就是透过一颗温暖的善良的这颗心，确实是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无论是心理上或者是生理上。温暖的心，以及站在他人的立场去着想的话，会产生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近距离的一种关系，近距离的一种感受。那这一种的感受的一个根源，绝非是来自于宗教的信仰，而是来自于生理的反应或生理的所需。当然，每一个宗教信仰都传达一个讯息，那也就是要自律、爱、慈悲等。那这是我讲之后我会谈到的部分。但是我们人类的本性，有一些科学家们说，人类的本性呢是属于粗暴的、自我主义的。有一些的科学家，著名的科学家们说，透过了他们的实验，从小时候、幼小的时候，透过了照片，那如果这些照片里面呢是属于一种比较不好的，或是有关粗暴的这种照片的话，那他们会想要去躲避。但是如果这些照片里面是友善的或是正面的话，这些小孩子是高兴的。所以透过这样一种实验和观察，所以他们认为说我们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因为我们是属于寄居在社会的一个动物。因为寄居在社会的意思就是跟人相处，我们才有办法生存下来的缘故。所以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近距离的关系，对我们的生存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一生是怎么开始的，从母乳开始，而且我们也说到了母亲怀我们的时候，我们在母亲胎里的时候，如果这一个怀孕的母亲的情绪是快乐的或者是宁静的话，从此对她的幼儿
也会有帮助的，胎里的幼儿。但是如果像颠倒的这个母亲时常保持一种忧虑的一种心情的话，对胎里的幼儿呢也是不好的。所以孩子出生之后，有一些科学家说，如果我们母亲们怀抱刚刚出生的这个孩子的话，也有这种的拥抱，它会造成一种关键性的一个影响，那就是帮助孩子的脑部的成长。当我们一出生下来的时候，这个幼儿完全没有办法去辨别谁是谁，可是就以生理的一个所需，生理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因为我们确实是需要被人爱和关怀的，这是我们的生理所需，因此母亲的怀抱，所以这个幼儿呢会感觉安全，会有安全感。不只是人类，就连猴子来讲的话也是如此。有些科学家他们用实验，去观察的时候，如果这个幼猴跟母猴分离的话，这个幼猴的行为是比较粗暴的，但是这个幼猴跟母猴在一起的幼猴们，他们成长的环境是快乐的。因此，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母亲对我们的关怀，对幼童的这种爱护呢，是相当重要的。持续的嗔恚，持续的想要伤害他人的这种人的内心的情绪呢，永远是保持负面的，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宁静。所以，就以我们因此会造成身体健康的这种影响。但是相反的，如果我们内心保持平静的心，宁静的一颗心，内心的这种起伏并不会随着贪嗔而起伏的话，就以我们身体的所需而言，也是这一个身体需要的一种状态一种正面的影响。像哪怕是一些动物，它是透过群体来去生存的这些动物们，因为他们的生存是靠一种群体的力量才有办法的，所以他们知道怎么样去跟其他相同的种类来去透过进行交流或者是互动。同样的，我们人类来讲的话也是如此，因为我们是属于寄居在社会的一种动物。有时候我们人类可能会反被聪明误吧，但是如果你用一种尝试，你也可以知道说，有些你们的邻居可能很有钱，有些可能真的有上亿元，他们有非常华丽的房子还有家具，而且他们有奢华的生活，非常有就是有名牌的这种汽车。但是他们亦有可能嫉妒的缘故，或者是过于强烈的这种互相的一种竞争、攀比，因此看似他们非常有礼貌，但是呢，内心里面哪怕是同一家人，但是却没有办法互相的信赖。这种残酷的现实是我们亲眼目睹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忽略了人类的最原始的层面，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近距离的感受，这个被忽略掉了。因此，哪怕在这一户有奢华生活的人家里面，可是它环境并不是温暖的，而是冷的、寒冷的、冷酷的。我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非常有钱的这些朋友们，他们虽然很有钱，可是他们不快乐啊。
他们没有办法从内心里面建立快乐。他们是一个失败的，就以快乐的层次来讲的话，他们是一个失败的人。所以比较下，有一些家庭，虽然经济的层面上虽然并非是富裕的，是贫穷的，可是这户人家和睦融融的相处的时候，整个环境是温暖的，是快乐的。因此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近距离的这种关怀，爱与被爱的这种关系，无论是有钱的没钱的，有权利的没权利的，都是我们人类，因为是人类，所以是需要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就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个有科学为佐证，已经证实了。所以如果您仔细的去思维、观察，绝对可以说服自己，为了能够让自己成为一个快乐的人。这个跟钱无关，跟权也无关，只是很单纯的来自于内心，来自于这里，也就是内在的心灵。那这个内在的心灵最主要是来自于一颗温暖的善心。所以我平常这么说，无论是有没有宗教信仰，为了能够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建立一个快乐的家庭，建立快乐的一个社会，我们必须要很明确的了解到内心的价值。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去教导所谓的非宗教信仰的这一种基础而去建立的道德观念。那这个道德观念最主要是由常识还有科学的佐证为主，去教导下一代这种与宗教信仰无关的道德观念，把它列入为现代的教育制度。不只是我，现代的许多的教育学家还有科学家都觉得说这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很多的教育都在强调物质上的一种改善而已，但是却忽略了内在的一种提升。有时候人们会觉得道德观念好像必须要来自于宗教信仰，这样的话会变成非常的复杂。像是印度来讲的话，有多元化的宗教信仰。如果道德观念必须要来自于宗教信仰的话，那哪一个宗教信仰？但是印度过去以来有上千年的多元化的宗教信仰的一个背景，但是他们最主要的这种道德观念是以与宗教信仰无关的道德观念为主。所以以印度人的解读来讲的话，所谓的 secular 指的是非宗教的意思，并不是反对，而是说这个道德观念的建立不是以某个宗教为出发点为主，不是以个别的宗教出发点为主，但是在这个同时却又保持对其他宗教的一种尊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种思考，正面的一个解读。在过去3000多年的印度的文化历史来讲的话，有一派的一个印度的哲学家，他们反驳了前后世，其他的宗教的这些信仰的修行者或者是学者们，去反驳这一派的这种说法，但是却又对他们的导师而去说到了圣者。所以从此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在保持对于其他宗教尊重的同时，但是他的道德观念却不是建立在某个宗教信仰上。我觉得这种的实践的方式是非常好的，因为在70亿人口里面有10亿人口是属于没有宗教信仰的，
而且我们诚实来讲的话，在宗教信仰的人口里面，有很多贪污的这种挂着宗教名义的这种修行者人也是到处都有啊，哪怕是我们西藏人也是如此啊。所以有时候我会跟朋友们讲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认真的去修行我们的宗教的话，那这样的话呢，宗教好像教我们如何去欺骗他人的感觉，好像让我们变成一个虚伪的人，因为坐在一个法座上面，好像自以为是，但实际上内心里面却是完全颠倒的。虽然嘴巴里面讲的是好听的话，但是实际上内心里面却是一种龌龊的思想，这个呢就是虚伪了。要不要有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事情，这是个人的决定，个人的选择。但是一旦我们有了宗教信仰的话，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去保持，认真的去修行，否则的话，宗教可能会成为，可能会我们可能会滥用宗教，这也是有可能的。或者是也有宗教的因素让我们成为更虚伪的人，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必须要透过一种跟宗教信仰无关的这种道德观念，来去强调内在的价值。其实这种非宗教信仰的一个道德观念，其实也是所有宗教信仰的一个原本的基础啊。那也就是自律、原谅他人、宽恕他人、慈心、爱心，这就是所有宗教信仰的精髓啊。那这也是非宗教信仰道德观念里面要强调的精髓。翻译。所以我今天应该要讲的主题呢，就是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佛教的智慧。如同我之前所说的，非宗教信仰的这种道德观念，那这是我一直强调的一个最主要的道德观念，那也是根据有3000年或者5000年的印度以及中国的一个文化背景。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埃及的教授，当我们谈到有关于亚洲的这种古老的这一种智慧，那我还是不要讲太细好了。基本上我们可以这么说吧，认为有造物主的宗教信仰一派，另外一派呢认为没有造物主。那认为有造物主的这一派呢，像是基督教、回教、犹太教，以及其他的印度的婆罗门教，很多的印度的婆罗门教的认为有造物主。没有造物主的宗教信仰，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印度的婆罗门教呢，就是数论派。数论派可以分2派，一派呢是有宗教，就是有造物主的这种信仰，但是另外一派没有，以及赤裸派。赤裸派呢是没有造物主的这种宗教信仰，认为没有造物主的宗教信仰。那还有佛教，佛教也认为没有造物主。
在这世界上，这些传统的宗教信仰呢，都说到了爱的这种修持，慈悲的修持。为了能够成功的修持这一些的慈悲和爱的这种教授，所以教导我们如何宽恕，如何修忍辱。这些像是一个保护我们的爱，或者增强我们的爱。因为有时候贪心，过分的贪婪会造成爱和慈悲的障碍，因此这些的传统信仰也强调了自律，要懂得满足，不要让自己过分的贪婪。所以无论是基督教或者是回教或者是婆罗门教等，他们个人的这种生活来讲的话呢，是非常平凡的，不奢华的，因为他们保持了自律的这种修行，满足的修行。所以这些的导师们都跟我们讲了同一个讯息，就是自律。我觉得这才是所有的这世界上的传统的这种传统的宗教信仰共同给我们的一个讯息。那为了能够完全的坚定我们的这种慈悲的修持，或者是爱心的这种修持，于是采用了这种宗义或者是宗教的这种宗义的方式呢，来去说服我们，像是有造物主啊，或者是上帝啦。那真正的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呢？上帝就是象征着无限的爱。那我们被无限的爱所创造了，因为无限的爱就是上帝，上帝就是无限的爱。因为我们被上帝所创造，因为我们被无限的爱所创造，因此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爱还有慈悲。有一次在 Jerusalem， 我们在互相交流的时候，有一位犹太教的老师，他说到了，当您遇到一位不想要见的人的时候，你会内心有一点点反感，但是你马上就要想说这是上帝所创造的，你就要想说这个人是上帝。你就要回忆起上帝的这个模样。我觉得这一种的教授确实是非常好的教授，因为这些的他教出来的学生们，当他们遇到了自己讨厌的对象的时候，内心有反感的这种情绪产生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会回忆上帝，因此可以避免这种反感的情绪啊。所以透过这一种的宗教的一个法义或者宗义，来去坚定了这些信徒们的慈悲的修持或者爱心的修持。我觉得宗义为何建立宗教的信仰或者教义的或者宗义的主要原因，最主要就是因为能够加强我们对于慈爱或是悲心的这种信仰。虽然不同的宗义，但是不同的宗义也是需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每一个人都有太多不同的想法了，每一个人不同的根器，每一个人不同的接受程度，每一个人不同的背景，所以因为有不同的根器、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接受的程度，因此不同的宗义是需要的。因为我们最主要的大目标是什么？就是为了建立一个慈爱的社会，让每一个人都拥有了慈爱。所以这些的传统信仰真的是给人类的社会带来极大的贡献。如果您认真的去修持这些宗教信仰传递的这个讯息的话，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回教徒的一个集会里面，有一位回教徒他说到了，真正的回教徒，真实的回教徒，必须延伸自己的爱与所有的阿拉的所创物。这一种的说法确实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真棒啊！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做到的话，真的是值得我们去随喜的。因为这确实对我们的生活有不可思议的帮助。如果我们保持这一颗善良的心、温暖的这种感受，保存在我们的内心里面的话，那内在的力量也是由此而发。那再加上中义的这种理解来去支持我们现在的修持，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如果您能够很严肃的、认真的去修持这些的传统信仰给予我们人类的这样一个讯息的话，确实会带给我们无比的利益。像是如何宽恕，如何修忍辱等。那在否定造物主的宗教信仰里面，那现在我指的是佛教。我们不认为有造物主的存在。就以佛教来讲的话，因为佛说自己是自己的护主，自己是自己的医护，所以我们的未来是决定在现在的我们。换句话说，现在的我们去决定将来我们的快乐与否，因此而受到了业果关系，或者业果的缘起。为了能够加强慈悲或者是爱心的修持，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们是寄居在这社会的动物，而且现在的这个世界，因为讯息的发达，不只是国家与国家，甚至于州与州之间，大洲与大洲之间，有时候有人会去区别说这是东边，或者是这是西边的，这是东方，这是西方，这很难讲吧？因为现在东方的世界需要西方的世界，西方世界需要东方世界，北方的世界需要南方的世界，南方世界需要北方的世界。我们应该要强调将来大家的一个共同利益，不应该强调现在自己所在的区域。所以在 Copenhagen 说到了全球暖化的问题，那时候有提到一个观念，说到我们应该强调国家的利益，而并非是整个国际的利益。虽然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的文化背景造成了短浅的眼光，只看到现在自己所居的一个环境而已。但是就一个更长远的眼光去看的话，无论是经济的角度，或者是环境的角度，像是全球暖化的问题，这个跟国际与国际之间的边界是毫无相关的。所以当我们考虑到这些重点的时候，所以我们更能够坚定的相信，我们有足够的责任负起这样应该需要有责任感。如果我们要好好的救自己的话，那就要拯救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一个地球。
因为我要快乐，因为我不要痛苦，再加上业果是丝毫不爽的，因此我必须要做好的。什么叫做好的呢？就是去站在别人的立场，去着想，不应该去忽略别人。所以这一种业果互相依赖的这种关系，其实科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认同的。在过去30多年间，我们经过了许多的这种严肃的这种交流，与科学家之间的严肃的交流，我们谈到了就是环境的问题，还有生物的问题，还有尤其是物理的问题，尤其是量子力学。那尤其是透过量子力学，我们可以知道有一个他们实验之后发现的一个结果是跟佛教的教义相当吻合的，那就是没有一个独立的实体。还有我们也研究到心理上的心灵的问题。然后过去这30年间，我们谈的就是这些的内容。我们非常严肃的去交流这些的议题。有许多的科学家，他们确实对佛教的教义里面，尤其是缘起的思想呢，深感兴趣。有一次有一个科学家，我问他，你有没有这一种的想法，缘起见的这个想法？他说没有，但是虽然我现在还没有缘起见，但是我觉得缘起见好像要一直进入我的心。我觉得这个缘起见好像一直想要进入在这个科学的领域，而且现在好像似乎找到它的座位了，安全的座位了。因为缘起见可以让我们产生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思考，或者全面性的一种思考。这样的话可以避免非常心眼狭小的这种想法。因为我们只看到单一的一个问题的话，或从单一的出发点去看一个单一事件的时候，那我们就很容易去忽略了全面性的这种观待了。可是缘起见可以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待，不只是3D、4D， 甚至于5D、6D。所以透过这一种的不同的一种角度的一个视觉的一种思维的这种观看，所以我们才可以真正的了解到这个事物的真实现象是什么。那我们才有办法采取符合实际状况的一种应用的措施。所以这个缘起见不只是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帮助，尤其是以佛教的智慧来讲的话，透过佛教的智慧来去帮助我们日常生活是更有帮助的。所以在过去这几天我在日本，过去这几天我很荣幸的有这样一个机会，无论在公共场所上对大家演讲，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场所，但是我觉得观众们你们真的是非常认真的来去听我的一些想法。那接下来我们进行问答题。我很喜欢你们提出的问题，尤其是反驳的问题，我非常的喜欢。我喜欢辩论，因为我们的一个传统来讲的话，尤其是纳兰陀寺的传统，教育的传统，也就是我们教育的方式，透过辩论的方式，许多的辩论嘛，所以反驳会帮助我让你的思想呢更系统化。如果每个人大家都说是的话，好像是是的长官，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思想就不会进展。所以反驳的这些意见很重要，批评很重要。谢谢，再见。
哦。东方需要南方，东方需要西方，主要原因你看，像这瓶水来讲的话，它就是来自法国的。